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周二表示，欧盟及成员国驻华使节提出希望访问东突厥3天，中方已经同意并愿做出安排，现在就在欧洲一方。他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并同时声明，我们反对有罪推定式的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周二表示，邀请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3位欧盟领导人、欧盟理事会主席乔尔斯·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之间的虚拟峰会期间发出。先前2018年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谴责15名西方外交官会见新疆党委书记成全国的要求，称其为以恶意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周一表示，将阻止美国从东突厥5个特定实体进口棉花、服装和其他产品，但搁置了对东突厥生产的所有棉花和番茄制品实施禁令的提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摩根周一宣布引用暂扣令，禁止从4家东突厥公司和1家培训中心进口棉花、成衣、电子零件等产品。边境保护局在声明中指出，这些制品的劳工是违法、不人道、被消薄的情况下被迫劳动。据报道，大约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被拘押在东突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有关这一主题的声明中还说，将停止在被迫工人工作的地方生产的货物运输，并防止将这些货物进口到美国。维吾尔人权项目以及来自5个国家的22个种族灭绝和暴行预防组织以及16位高级专家已向各国政府致函，对在东突厥发生的针对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表示严重关切。信中写道，所犯下的暴行如果被发现构成一项或多项国际罪行，同样会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必须坚持其责任，应通过外交、人道主义和其他和平手段采取行动。信中提到的暴行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政治灌输、强迫失踪、文化遗址遭到破坏、强迫劳动以及旨在降低出生率的政策，包括非自愿堕胎和绝育。签署者争辩说，这些措施符合种族灭绝行为的门栏，这是种族灭绝罪公约规定的核心国际罪行。美国以任意拘押、任意执行地方法律为由，向试图前往中国大陆和香港旅行的本国公民发出新旅行警告。美国国务院就中国以及香港旅行警告发表一份书面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采用任意拘留和出境禁令，包括北京政府迫使美国公民配合其调查，迫使家人从国外返回中国，影响民事纠纷，获得对外国政府的议价能力。声明表示，居住在中国或香港或前往这些地方旅行的美国公民可能会遭遇任意拘留。声明还表示，美国公民可能会被阻止获取美国的领事服务或对自己指控有关的信息，可能会在没有法律进程的情况下长时间审讯和长期拘留。以人权侵犯的指称、香港新国家安全法和维吾尔问题为首，美国与中国在贸易、网络安全和科技领域里也存在紧张局面。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菅义伟出任首相。在日本国会下院众议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国会议员开会选举日本新首相。菅义伟赢得了自民党主导的众议院465席议员中314票，成为日本新首相。在周一举行的自民党内部选举中，菅义伟赢得了70%的选票，成为自民党领导人。菅义伟将担任总理一职，直到2021年9月的定期大选为止。